有朋友問呢，藝術嘅創作畫下畫，咁係咪就係做緊治療啊？咁其實單純咁樣去做一啲唔同嘅藝術活動呢，的確有好多好處嘅，包括咧可以放鬆啦、改善專注力啦，同埋可以陶冶性情嘅。但係如果要去到心理治療、清理創傷呢，就必須要有好深入嘅反思啦、合適嘅引導啦，同埋專業人員提供嘅一啲支持鼓勵。就需要咧受過嚴格訓練嘅專業人士嘅陪伴，受助人咧先可以達到呢啲蛻變嘅效果㗎。大家對一啲唔係用言語為主導嘅治療方式，會唔會有啲興趣呢？而藝術點解又可以治療到人嘅心呢？有冇諗過呢？有啲痛咧，其實係用言語好難表達到出嚟嘅喎。而有一啲感受同埋情緒咧，可能透過圖像啊、音樂啊、動作啊，又可以深切啲咁樣抒發出嚟喎。嗱，表達藝術治療咧，就係一種唔係用言語為主導，透過唔同嘅藝術方式，有專業嘅治療師陪伴之下咧，嚟到抒發表達自己嘅內心世界。探索一啲心裏面嘅需要，同埋清理一啲創傷。大家想唔想了解多啲呢？